澳門竟然有一個全世界最矚目嘅表演，估計之後應該一票難求。總導演係張藝謀，你可以睇到最先進嘅科技結合非遺嘅藝術，佢哋用咗全世界最新嘅音響系統，真實到好似身臨其境，絕對係嚟澳門必睇嘅表演。搞他！準備開場啦！據說呢個舞台無論你坐邊個位置都有思維一樣嘅感受。時長係80分鐘，總共有8個節目，分別嚟自唔同地區，距離12500公里嘅非遺藝術表演。分享幾個我比較中意嘅片段。第一個係運用咗機械臂嘅影子同埋人嘅姿態，投影喺大熒幕上面，仲有嚟自蒙古好出名嘅呼咪，一個人竟然可以唱到2種聲音。喺呢度你仲可以睇到全球近似規格最強嘅機械人表演，真係非常值得現場過嚟睇一下。要是中音。中音。第3個是哨音。好立體啊！點啊？睇完之後有啲咩感想啊？你呢個真係太值得現場過嚟睇啦！你講啲嘢有啲空泛喎，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有啲咩咁值得睇啊？因為佢個音響效果同埋現場嗰啲光影啊，真係冇辦法喺電話入邊顯示出嚟嘅，所以好值得過嚟現場睇下。佢現場嘅人力物力同埋呢個尖端嘅科技，完全同佢呢個票價不成正比，真係物超所值。